大家可唔可以在高州幫我揾證人啊？係咁呢個我朋友在樂天花園大家可唔可以在高州幫我揾證人啊？係咁呢個我朋友在樂天花園有套150方嘅地方當時呢佢係一眼就睇中嚟嗰啲200畝嘅大花園對區一衝動呢就把房定咧，然之後呢我花嚟40幾萬裝修呢幾年呢都馬天之資亦馬捨得出租，物業費呢一直都交過最近呢都要資金周轉就委託我幫佢揾個買家價錢方面呢佢講咧保證買家買到呢個小區最合適個價錢你睇裝修都幾靚全部都係名牌貨有眼緣嘅夥計評論區留言大家可唔可以在高州幫我揾證人啊？係咁呢個我朋友在樂天花園大家可唔可以在高州幫我揾證人啊？係咁呢個我朋友在樂天花園有套150方嘅地方當時呢佢係一眼就睇中嚟嗰啲200畝大家可唔可以在點解係2026年個6月份呢咁嘅歐洲房價係升定跌東野品廣華苑、中冧城、明雅城天驕明苑、天驕豪庭、城東雅苑、天和府等等呢啲新樓盤到底呢個樣值唔值得買依家係咪手稿時機在高州人生第一套房應該點樣買先買錯㗎高州嗰啲私包房選邊度好邊度嘅私包房優質啲今日我哋一齊嚟聊聊呢啲話題高州邊啲平區房咁值得推薦㗎精裝房同埋毛坯房到底應啲選係選一手新房好定係二手房好係買嗰啲成棟個自建樓好定埋神地皮嚟自己設計自己起嗰啲老舊毛坯房仲值得買㗎嘛歡迎新接版科技認真睇我直播3分鐘了解高州樓盤小區嘅優缺點手上熱線有限嘅情況下點樣買先買錯個有間房個問題基本啲個好易貌好都敢講只要你有房嘅相關問題都可以從呢度揾得答案無論你係想買房抑或係賣房嘅問題都可以嘅把你想要了解個平區小區嘅名稱打出公屏上來咁我同你分析個優缺點幫你避坑在高州買房要注邊啲嘢有邊啲坑係需要避開㗎嘛商業貸款係選等額本金好定係等額本息好4樓、14樓、18樓呢特樓層可以買㗎嘛乜樣個戶型係好戶型乜樣個樓層係好樓層上我直播間停留3分鐘你想低到個我都可以講你聽真係你要了解個平區小區個名稱睇出嚟各位伙計講啱開播㗎來我哋高州依家嘅樓市行情點個樣佢已經係2026年嘅6月份咧係嘛一眨眼26年又差唔多過佢哋半年依家呢就618又到咧係嘛端午節入到咁咧係嘛咁嘅一周嗰啲房價升定跌東野品廣華苑、中冧城、明雅城、城東花園、怡景金燈龍庭世界花園、天意吉祥、天驕明苑、天驕豪庭、天和府等等呢啲新樓盤到底點嘅樣值唔值得去買依家係咪手稿時機在高州人生第一套房應該點樣買先買錯㗎高州嗰啲私包房選邊度好邊度個私包房優質啲咁人哋一齊嚟聊聊呢啲話題㗎高州邊平區房咁值得推薦㗎精裝房同埋毛坯房到底應該點選係選一手新房好定係二手房好係買嗰啲成棟個自建樓好定買神地皮嚟自己設計自己起
嗰啲老舊步梯房啊，值得買噶嘛。歡迎新直播伙計認真睇我直播5分鐘了解高州樓盤小區嘅優缺點。手上熱線有限嘅情況下，點知買先買錯過。講哥咧做緊我哋9年嘅房產，有間房個問題基本啲個好易買好都敢講只要你有房嘅兩間問題無論你係想了解一手房、二手房，無論商鋪成棟別墅地皮只要關於高州房產嘅問題你都可以打出公屏上來講哥同你分析個優缺點幫你避坑㗎。在高州買房要注意邊啲嘢有邊啲坑係需要避開㗎嘛。商業貸款先等押本金好定係等押本息好4樓、14樓、18樓呢特殊樓層可以買㗎嘛。乜樣嘅戶型係好戶型乜樣嘅樓層係好樓層從我直播間停留3分鐘，你諗低到個我都可以講你聽下真係想要了解個平區、小區中意嘅樓盤將佢嘅名稱打出嚟歡迎嘅幾和中係嘛，可以講個天和府嘛咁個幾和中嗰啲伙計，天和府呢可以講得上係高州乃至成都乃至整個高州最貴嘅樓盤就佢走嘅呢係高啲路線均價8300蚊紙咁嘢嗰啲價錢呢你接受得到嗰啲伙計幾和中嗰啲伙計你嗰啲價錢可唔可以接受得到仲有啲天和府呢佢走個高啲路線係咪咯價錢就有啲貴新開戶型小區個居住品質你買錯你諗幾多房幾和中你諗幾多房你諗幾多房你諗4房或者5房佢呢就買3房天和府小如果講你係想買嗰套房嘅話，嗰個咧可以建議你，因為成都嗰邊咧有好多一手房而家一手房價錢啲都冇貴都冇貴。高價坑爹房而家講到高價坑爹房即係講咧佢有佢個品質佢有佢個居住品質係嘛？畢竟咧佢個塊地係嘛係5.6億拍低嘅所以講咧麵粉貴地係咪咯？麵粉買嚟麵粉貴地肯定做出麵包肯定要貴白切拉科上新中山買輕咩？即係講啲高州係咪咯？任何啲地方咧都有佢有貴有平有嘅都有貴有平嘅房你中山嗰一樣有貴有平嘅房嘅伙計你好似中山市區食期嗰啲價錢咧要去到萬幾2萬蚊一方你高州嚟講係咪咧？最貴嘅平區咧就成東最貴嘅咧就天和府天和府個均價就去到8300係咪咯？相比嚟講，在高州而買算貴買算貴每啲地方都有平有貴有平有貴55至4房天橋豪庭有喺萬嘛？天橋豪庭咧天橋豪庭
馬佢都希望哈，伙計啊，馬佢都希望啊，馬佢都希望。如果我哋想天驕系列個啊，天驕系列三尾片區有隻天驕名演啊，同天驕豪庭個副言一模一樣個，兩碼證啊，伙計啊，明明兩碼證啊，兩碼證。就呢咁個話在城東嗰邊，伙計，在城東嗰邊，如果佢係想四房個，你至少要66萬隻起嚇，至少要66萬隻起，你就可以揾到四房嚇，就可以揾到四房啊。陽信開通嚟新區老闆會來高州買房嘛？嗰啲外國需求貨嘅嚇，mà còn你開通高速咧，佢啲人就會走去廣州嚟嗰買㗎貨嘅嚇。你廣州嚟嗰個讀書成本幾高，你知道嘛？讀初中、高中成本幾高，你知道嘛？係嘛？個人有個人嘅需求嚇。馬港島嚇，馬港島三房，三房嘅話，三房天豪庭買三房貨嘅嚇，買三房。你如果個兩近天嘅豪庭個啊，三尾有隻樓盤天驕名演同佢副人一樣個嚇，價錢咧就比天驕名演平啲，成千蚊一方嚇，一套房平你10幾萬啊，10幾萬，差工嘅嚟嚇，差工嘅嚟，所講啲係嘛？有對比啲就係傷害啊，有對比啲就傷害啊。啊，就保安伙計係有乜問題只管打出嚟嚇，你想了解甚至平區啊，甚至小區嘅房，你都可以將個名稱打出來。嗱，伙計大家聽咗問嗱，佢依家呢高州個狀況啊，佢依家呢就今年有好多學校啊，呢切聘嚇，切聘有嗰啲學區劃分啊，會十班會。切開嘅嗰隻高中部嚇，仲有高中部已經卡邦中學讀高中嘅話，南塘嗰啲啊，南塘大正夾分界個高中，仲有大正夾分界個高中嚇。所講嘅依家鄉鎮咧，按成都乜嘢喎？成都石鼓啊，成都長坡啊嘅兩隻咁個嚇嘅兩隻鎮有高中嘅話。以後咧慢慢咧又會全部咧都係放出成讀高中嚇，放出成讀高中。長坡啊，石鼓呢南塘嗰度個高中設開嚟，佢依家咧今年咧就設開南塘一中嚇，南塘一中學生咧全部聘回初中部啊，全部聘回南塘中學嚇，所以講咧嗰啲鄉鎮嘅咧有兩間初中㗎，有兩間初中個可能會慢慢又會人少情況下又慢慢又會合併為一啲中學嚇。之前咪每一啲鎮都有兩間中學初中㗎啦，係咪？佢依家可能會逐步合併為一間嚇，合併為一間。佢今年咧就南塘咧就首先首當其衝就撤銷係南塘一中嚇，南塘一中啊。嗱，佢依家咧鄉鎮嗰啲高中咧逐步設為城區嚇，設為城區。嗱，佢依家咧今年咧嗰隻咁個嗰隻冼太中學啊，冼夫人中學啊，冼夫人中學咧又準備開建嚇，又準備起嘅，準備起嘅，就係坐喺書線度，就係坐喺咁個嗰度嚇。嗱，高富豪庭嗱，高新寶園嗱，高決定嚇，新寶園嗱，高決定啊。幾隻冼太中學、冼夫人中學嚇，冼夫人中學啊，冼夫人中學佢就有216畝嚇，216畝都算係比較大嚇，都係比較大個高中部嚇。所以講咧未來係嘛，城區個高中咧係嘛逐步撤出係嘛，冼夫人中學咧就係對接長坡曹江嘅大水路個人。大水路個嗰啲高中生就會撤出冼夫人中學冼夫人中學讀書。大整南塘石板方向嗰啲咧就係去嗰啲八中嗰邊麗澤中學就八中嗰邊然之後咧石仔嶺都決定嘅咧就係去丁明中學咯，丁明中學然之後咧城區嘅咧
城區嗰啲就係去七中咯，係嘛？去七中嗰啲啊，去七中啊。寶崗就八中，石仔嶺就三中啊。丁明中學嗰啲嚇，丁明中學嗰啲啊。三尾呢就係點夫人中學啊，點夫人中學啊，所以呢都會分得比較公平嚟㗎，都會分得比較公平嚟㗎啊。城東66指四房有哪些？即係60大嘅指嗰啲肯定低樓層嘅貨嘅嚇，肯定係低樓層個啊，因為你最便宜個都係低樓層打成啊，以往成係嘛到中層呢越貴嘅嚇，所以呢肯定係低樓層啊，低樓層。如果你想靚個，肯定要加錢啫啊，要加錢啫。培養打螺絲人才特區，咁個。仲有啲高州嗰啲房呢，城東肯定最貴嚇，因為地段靚嚇，地段靚啊。即係你想平嘅亦有嚇，高州平個地段亦有嚇，你要住寶崗啊、石仔嶺啊、三尾嗰啲呢，3000幾，嗱3000、4000幾呢都好多啊，係嘛？都好多嘛，都比較多嚇。所以呢，你跟人哋寫物領啫嚇，跟人哋寫物領係嘛？分界中學今年設啊，今年開始9月份開始設啊，今年9月份開始設啊。舊城區天悅灣幾多錢？舊城區天悅灣嘅依家呢一般人放出來呢都係6000幾、7000幾啊、8000幾都有。不過呢幾家呢講實日頭房係5001蚊紙嘅呢個幅度嚇，5001蚊紙嘅幅度嘅三房兩萬正三房東青青啊，東青青嗰啲附近三房兩萬正天悅灣嘅三房5100蚊紙啊，5100蚊紙。124中呢124中嗰啲124中個除咗一中有初中部之外，2中同埋4中呢都係城區㗎，都係屬於高中㗎嚇，都係要考上先得讀個嚇，都係要考上先得讀個啊。將嗰啲高州個中學124中嗰啲呢都係排在前頭㗎，所以講呢你要分數要夠，分數要夠先可以讀嚇。最高分嘅肯定係高州中學啦，係嘛？高州中學，然之後你再大二批次呢就到124中124中啊，再大三批次嗰啲淨係嗰啲三中八中七中嗰啲咁嘅中學然之後呢冼夫人中學嗰啲係嘛？丁明中學嗰啲應該都係屬於大三批次咁嘅幅度嚟嚇東青青三房兩萬正，東青青三房兩萬正三房兩萬正，三房兩萬。直播間我計嗱，佢依家呢618有快到咧，端午節有快到啦嚇。嗱，佢依家呢好多樓盤呢都在佢搞緊優惠促銷活動嚇，都在佢搞緊優惠促銷活動。嗱，佢依家呢光灣1號依家呢有隻樓盤光灣1號呢，佢個618年中嘅促銷活動呢有啲力度有啲大嚇，力度有啲大。咩呢個情況呢？我同大家講過嚇。嗱，光灣1號嚇，光灣1號嘅依家呢618個優惠促銷活動618個優惠促銷活動呢就係2蚊紙2蚊紙起嚇，2蚊紙首付起你就可以上車啦嚇，2蚊紙起就要上車嘅，而且呢係現貨嚇，即買即租咯入字嚟講，而且佢依家呢買房零費用零費用上車零費用上車。點知零費用呢一個免契稅可以幫你免契稅一個點個契稅。但如果呢免物業維修基金物業維修基金，三個呢就免辦證費免咗辦證費。嗱，呢三項加起身嘅話，呢差唔多1萬蚊差唔多1萬蚊紙1萬蚊紙。所以講呢你買光灣1號個房618期間幾端午期間賣光灣1號就可以幫你慳嗰啲零費用幫你慳成萬紙可以幫你慳成萬紙。所以呢就係佢依家放出嚟個政策優惠政策而且係2蚊紙就要上車啦2蚊就要上車，係零費用零費用。
如果講你買新中收過係嘛，你加多600蚊一方嚇，加多600蚊一方就可以幫你大裝修俾你哋嚇，可以大裝修俾你哋，而且佢嗰啲裝修啊，佢個裝修馬同人家中心城嗰啲裝修嚇，馬同世界花園嗰啲裝修，佢個600蚊咧係帶埋嘅啫，陽台封窗俾你嚇，即係幫你封埋陽台俾你個嚇啊！你唔好睇少嗰啲封陽台啊，嗰啲封陽台你至少都係成萬紙啊，成萬紙喺個嚇，嗰啲封陽台嚇，所以呢佢600紙咧就可以幫你瓷磚通包18尺係咪啦？啊水電衛浴係嘛，廚房衛浴都有嘅係咪啦？幫你封埋窗係嘛，佢600紙呢亦都算抵手㗎，而且呢佢個車位啊加多15000蚊紙，加多15000蚊紙呢就送20年車位使用權俾你嚇，送20年車位使用權俾你啊！所以呢，佢嗰啲價錢啊嘅呢個活動啊，佢依家個優惠政策係力度有啲大嚇，力度有啲大。幾多錢一方啊？最便宜呢就3680蚊紙嚇，最便宜就3680蚊紙一方嚇。佢依家呢就有放出9套嚇，放出9套特價房嚇嗱。最低呢就3680蚊紙一方嚇，係無批嚇。江威有個總價嚟講呢就係大概係40萬紙起嚇，40萬紙到60萬紙嘅區間嚇，就可以揾到3房4房啊，就可以揾到3房4房嚇，揾到3房4房啊，零首付嚇，唔係零費用嚇，零費用上車嚇，零費用上車。係成都雅苑啊，買福記嚇，直播間福記嗱，廣哥依家講緊嘅呢就係江灣1號食仔嶺平區個江灣1號嗰啲樓盤，依家個618年中促銷活動嚇，618年中促銷活動2萬至可以上車，免零費用嚇，零費用免嘅即物業維修基金免契稅嚇。免契稅2萬至上車2萬至上車所以講你中意嗰啲位置個想嗰啲位置個望光景個，又想佢書包靚仔個係咪？讀二小高中做初中部嗰啲書包嚟講呢在相比郊區相比食仔嶺同平區個其他樓盤佢個書包要靚仔嚇，要優質要靚仔嚇，要優質要靚仔嚇。嗰啲咧就係江灣1號嘅嚇，江灣1號個依家個優惠促銷活動嚇，優惠促銷活動食仔嶺嚟得呢，佢依家咧就係江灣1號有嗰啲優惠嚇，有啲優惠力度比較大嚇。再到呢就咁個嗰邊寶崗嗰邊呢世界花園呢，佢依家呢亦在清緊盤嚇，依家呢亦在清緊盤嚇，清緊盤價錢呢亦係4000幾蚊紙喺嚇，4000幾蚊紙4000蚊紙就可以大裝修嚇，4645蚊紙一方起可以大裝修嚇，可以大裝修總價嚟講呢都係60幾蚊紙嚇，4房嚇60幾蚊紙60幾蚊紙50大幾60幾蚊紙就可以在寶崗平區揾一套近市場近學校嘅房嚇，而且新規戶型嚇新規戶型新規戶型陣動面積比較多嚇，嗱50大幾萬嚇，50大即係60萬紙喺60萬紙喺到66萬紙嘅區間就可以揾到大裝修個新規戶型個係嘛近市場近學校嘅房咧嚇嗰啲呢對嗰啲江區嚟講呢係比較友好啊，對江區嚟講比較友好。之後呢整個寶崗平區嚟講除咗世界花園係嘛？還有其他樓盤如果講你講想性價比高啲個，嗱麼天然吉祥嗰啲樓盤呢，佢就性價比嚟講呢，在郊區性價比嚟講呢，佢係最高嘅嚇。嗱佢依家呢618個青棟個靚房呢就係618青棟靚房呢就係大裝修大裝修嘅話最便宜呢就3888 3888三字頭大裝修三字頭大裝修
月供嘅話咧就係1700嘅蚊紙嚇，1700嘅蚊紙月供嚇，每張月供1700嘅蚊紙單價3字頭喺就可以大裝修啦，可以大裝修嘅，揾得到大裝修嘅細房嚟嚇，所以講嘅啲價錢，在整個寶崗乃至整個高州嚟講，佢嘅性價比咧都係算最高嚇，都係算最高個。但係咧佢咧就係天熱嘅前咧佢就嚟學校啊。嚟學校呢就稍微有啲遠嚇，嚟學校稍微遠少少嚇。學校市場啊就會稍微遠少少嚇，遠少少要過大馬路嚇，所以講嗰啲呢就係佢嘅缺點嚇。之後呢個性價比呢就高嚇，性價比就高啊。佢小學呢就回北江小學8中嚇，北江小學8中嚇。寶崗名區呢喺隻樓盤嗱，南江玉龍灣呢佢依家呢亦都係所有個寶崗名區個房所有寶崗名區個房依家呢都係屬於現房產現房個嚇，都屬於現房產現房個係嘛？南江玉龍灣嗰啲都係現房咯係嘛？天熱嘅長嗰啲就係整現房嚇，亦好快交房嚟個嚇。嗱，南江玉龍灣佢依家呢個618個優惠促銷活動呢就係大裝修大裝修佢嗰啲裝修呢亦係幫你封埋窗個嚇，封埋嗰啲咁個陽台嚇，包括封陽台個嚇，包括封陽台個佢個最低價錢最便宜個就4588一方4588一方4588一方都係4房5房4房5房嘅戶型嚇，4房5房嘅戶型。佢個總價咧亦都係50幾50幾60幾70幾50幾60幾70幾80幾就可以坐嗰度南江玉龍灣嗰度揾得到房嚇。單價咧4字頭4字頭4588喺4588喺總價咧就係50幾蚊紙喺50幾60幾70幾80幾都有嚇。面積碼同總價就碼一樣總價就碼一樣佢嗰啲價錢呢相比佢之前個價錢，佢之前呢毛坯呢都要去到4000幾蚊個佢依家呢就大裝修4000幾蚊大裝修4000幾蚊。南江玉龍灣佢個優點呢就係近學校樓下呢就北江小學7家門鎮校門佢個書包小書包就近學校係嘛，中書包呢亦都係在整個寶崗名區嚟講係比較優質個，係讀高中初中部個，讀高中初中部所以講呢佢個書包比較靚仔書包比較靚仔，但係呢賣菜係嘛咁個呢就要遠啲要遠啲回到城區。要回到老城區回到老城區或者講平江嗰邊隨行呢自然涼隨行你問過自然涼呢70%嘛自然涼，你問過隨行係隨行金榜府定係隨行新城你問過隨行金榜府定係隨行新城隨行金榜府呢就依家你在售緊期房隨行新城呢就而家係現房嚟講就買咩貨嚟買咩選擇嚟講買咩選擇你想嘅話就只有選擇金榜府只有選擇金榜府金榜府玉龍灣舊規戶型玉龍灣舊規戶型毛坯毛坯你想4199你想邊度嘅毛坯想邊度嘅毛坯自然涼嗰啲福建你自然涼金榜府嘛金榜府嘅話金榜府有3房有4房有3房有4房金榜府嘅價錢呢都係3000幾4000幾都得啦即係講食仔令平區個房都冇貴佢依家啲都冇貴你睇幾多房自然涼你睇幾多房你睇3房或者4房你3房或者4房佢個優點呢就近學校近市場近市場但係你如果講你想在
才食只零平區份貨嚇。你如果講係充住細籠個細胞去個你想優質細胞個，那麼食只零平區呢有啲樓盤佢細胞呢比較優質嚇。細胞比較優質但呢佢嚟學校呢就有啲遠嚟學校有啲遠，價錢嚟講呢都係3000幾4000幾都有得選啊食只零平區個價錢冇貴價錢冇貴四房有四房四房有個有個你係為咗細籠讀書嚟啲咯跟我自然量有點關係未點關係嘅你知點關係啫你係為咗細籠讀書嚟啲咋你係為咗細籠讀書嚟啲咋你為咗細窿讀書嚟啲咋如果講你細窿讀多年級細窿讀多年級你講你個需求呢個你講你個需求呢個想細胞嘛想細胞嘅話你如果講你細窿讀多年級嚟咯你細窿讀多年級所以如果講食仔零片區嚟講你如果講想優質細胞個優質細胞個那麼有啲學校有啲咁個有啲小區講咩後佢呢個細胞呢就係回二小高咗初中部高咗初中部個佢兩職學校呢先得成係優質比三小三中係要優質個要優質個大個4年級小個大班咁4年級嘅話cho nên你有細節送嘛咯，你想咪細節送咯。cho nên你想咁個嘅話，想優質個，想細胞優質個，那麼就係咁樣後咁樣後。如果你想學校近個，接送方便個，那麼你就可以揀，可以考慮係嘛天成白府或者講金榜府天成白府或者金榜府呢兩個小區咁樣後呢就嚟學校遠嚟賣菜嗰方面呢就。稍微呢就會買嘅方便但呢佢呢就係公景房居住適度嚟講係嘛都係可以望光景，都係冇錯過都冇錯過嗱，佢而家呢光1號呢有好大優惠活動佢618年中促銷可以2萬折上車可以2萬折上車，然之後呢費用可以做到0俾你可以做到0俾你費用可以做到0俾你。有冇有包上高中個樓盤伙計一講到底買有嘅伙計高中呢係可以要考上咗得到個高中呢係講你學生個考分考上去證得到考上證得到個係佢係某啲方面不過呢佢細胞靚仔而且價錢咁個價錢比較便宜而且依家個優惠力度比較大優惠力度比較大咁個自然量你去睇過天成白府或者講金榜府冇啦，睇過天成白府或者金榜府冇啦天成白府金榜府呢佢兩職呢都係近學校近市場嘅學校市場呢就係嗰隻咩個市場嗰隻嗰隻咩外地市場都係近到3小3中都係近到3小3中都係近到3小3中所以講呢佢細籠接送呢係比較方便嘅幾靚啲樓盤呢有優點有缺點有優點有缺點細胞靚仔不是包成高中嗎靚仔不定馬會包成馬會包上個要咁個要考上個咁個自然量給你一手房給你一手房呢我帶你睇你馬上收你任何費用我可以幫你備慳幫你開備嗰啲不利因素最關鍵呢係幫你揾到最優惠嘅填購價最優惠嘅填購價將呢任何啲樓盤呢都有佢嘅優缺點我帶你睇幫你備慳咩嘅坑樓咩嘅槽鋼層腰線層咩個設備層係嘛有風貌水上面個係咪啦天斬煞國煞路衝係嘛然之後呢個火燒天門係嘛
其他呢個垃圾站啊、變電站嗰啲不利因素啊，都會幫你規避開佢嚇，都會幫你規避開佢。因為你買房係一件專業嘅事，係嘛？專業嘅事你交俾專業嘅人去做你就啱㗎嚇。買房嘅路上你好多坑㗎嚇，你一碼小心啊就會踩坑過你。所以你冇做足功課嘅話，你交個定金啊，或者講交個首期，你後付你話，咁呢錢你就會打水漂啦嚇。就會打水漂啦個，所以呢買房一定要擦亮雙眼嚇，一定要擦亮雙眼嚇。咁我自然亮，直播間科技，直播間科技係有乜問題即管打出嚟嚇，你想了解市值平區、市值小區嘅房，你都會將個名稱打出嚟嚇。自然亮嗱，佢依家呢在直播間呢就冇會詳細，但你講得咁清楚啊！如果我哋想了解詳情個，因為呢任何隻樓盤都有個優缺點係咪咯？你好似近到山了山中個係嘛樓盤有天成華府粉絲個情況嚇，所以講你如果想去睇個自然亮，你可以先點到關注先點關注，再點下睇兩款車廣告可以考。中冧城4期呢，依家就佢做緊嚇，依家呢具體嘅資料呢就未有出嚇，具體資料未有出。你如果講確實領嗰啲位置個，你可以拭目以待嚇，可以拭目以待。如果你冇急房字個係嘛，新單你有急房字咪咯。如果冇急房字嘅，你可以等嚇，可以等。聽講呢係第4代建築嚇，可以講聽講係第4代建築嚇，第4代建築啊。因為呢高州呢都仲未有真正嘅第4代建築，所以講呢你領嘅話，你可以等可以等待嚇，可以等待啊。直播間科技係有乜問題即管打出嚟嚇，你想了解市值平區、市值小區嘅房，我哋都要將個名稱打出嚟嚇。嗱，佢依家呢618係嘛，D5節好快到嚟，各億樓盤呢都會隨佢搞嘅優惠促銷活動嚇。好吧，又講你光威1號個市值零平區光威1號嚇，佢依家講三美平區嚇，三美平區嗱。佢依家呢大話個話，在佢售緊個樓盤，一手樓盤呢有3厘隻咁多嚇，3厘隻咁多。嗱，其中呢有2隻樓盤有2隻樓盤係新開戶型嘅一個天驕明苑嚇，2隻樓盤都係新開戶型嚇，都新開戶型。所以呢，佢依家呢三美平區個房嘅話，價錢呢都係3000幾、4000幾、5000幾都有得選嚟嘅嚇，3000幾、4000幾、5000幾樓盤係嘛，亦都有3字頭嘅嚇，三美平區亦都有3字頭個房嚇，所以講嗱，佢依家呢東方河畔嗱，佢依家呢就推出年中推出嘅嗰隻特惠嚇，推出特惠。東方河畔嗱，佢依家呢最便宜嘅一口價房，最便宜嘅呢就係3700嚇，3700幾套房幾套房呢就係4樓嚇，4樓110方個4房嚇，110方個4房3700嚇，3700總價呢就係40萬正咁嘢嚇，41萬都買到嚇，40萬7000蚊紙嚇，40萬7000蚊紙就可以揾得到4房咧嚇，可以揾得到4房咧，新規戶型幾啲其他個係嘛，有339嚇，3850係嘛，都係41萬幾42萬嚇，41萬幾42萬5房嘅話呢就去到50幾萬嚇，5房嘅話就去到50幾萬整個東方河畔嘅價錢呢就係30幾萬就可以揾到3房，40幾萬就揾到4房50幾萬就可以揾到5房嚇，50萬可以揾到5房所以呢，如果你想採三美平區上車個，那麼東方河畔呢幾隻樓盤呢對公屋嚟講比較友好嚇，對公屋嚟講比較友好30幾萬就可以揾到3房咧嚇，40萬至起就可以揾到4房咧，4房
51蚊，即係就可以揾到5房咧可以揾到5房咧所以講靚在三尾上車個幾啲樓盤價錢係算比較抵手嚟噶，算比較抵手個中心城4期咩時候開盤？開盤時間呢未有講哈，估計呢就係年尾或者明年年初嘅明年年初嘅4期呢應該就會開售嘅應該會開售嘅。天豪庭5棟前面那個電鏈架還會遷開嘛？聽講呢就會遷聽講呢就會遷之前嗰條遷落地底會遷落地底就會拆嗰啲機架會拆嗰啲機架遷落地底但係呢未知道幾時嘅嚟未知道幾時嘅嚟直播間冇計係有乜問題即管打出嚟你想了解四平區四隻小區個房你都可以將個名稱打出嚟啱先講係三尾平區個東方河畔嗰度100個優惠再嚟講講再嚟講講天橋名苑天橋名苑呢佢依家呢就價錢嚟講呢都係4000幾5000幾4000幾5000幾618呢就買有幾多優惠都係將呢個價錢嚟講係咪咯？
11了，今年招生嘛，肯定招生啦，仆嘅。今年9月份就開學嚟添嘛，招生啊，肯定招生嚇。啊，本來嘅只天嘅豪庭嘅前面咧嚇，本來天嘅豪庭嘅前面咧，所以講咧肯定招生嚇，肯定招生嚇。不招其他不開學了嗎？其他年級不開，其他年級冇招嚇，其他年級冇招嗰啲起源學校嚇，起源學校冇招點解呢？因為咧佢啲新學校佢有兩隻年級，一年級同埋初一，因為初一有好多班喎，係有好多班嚇，所以咧佢依家個校舍啊，依家個學校教室咧可能冇教嚇，可能冇教啊，可能冇教，要等到嗰啲九中、初中部起好。隔離嗰啲初中部起好，可能正會正常招啊其他年級嘅學生嚇，其他年級嘅學生嚇。外校40蚊至左右有面樓盤錢，40蚊左右啊，40蚊左右有啊，有啊，三尾都有啊，三尾都有啊，嗰個外校三尾使乜證？三尾嘅新規戶型樓盤都有嚇。三房30個蚊得咧，三房30個蚊得咧，四房咧有一套啊，407000蚊紙，407000嘅蚊紙有得練嚇，407000蚊有得練啊！嗰啲土豆外銷，你想是平區嘅證，你想是平區嘅證，嗱食仔領而有30嘅40萬個房嚇，有40萬個房係嘛？啊寶光那邊有嚇，寶光亦有啊40個蚊紙個房啊。40蚊至左右嘅房啊，你想邊平區嘅證啊？附近啊，視野好啲個有啊，視野好啲個有啊嚇，40蚊至左右個係嘛？40蚊至左右有嚇，有啊，望到好遠都得嚇，望到好遠都得個啊，附近啊，望到好遠都得嚇。嗰個土豆料有點關注未點關注？你先點關注就嚇，先點關注證嗱，你可以喺廣告單你睇，你呢一手房咧，廣告單你睇，你馬上收你任何費用㗎，馬上收你任何費用我要幫你備慳，幫你開備嗰啲不利因素幫你揾到最優惠個填購價嚇，俾你自己去慳錢多嚟個嚇，俾你自己去慳錢多嚟個豪庭劃分在邊度？豪庭係回新個市一小七中讀書嚇，新個市一小七中，新個市一小七中讀書個天宮名苑45萬至有嘛？天宮名苑45萬至個有就有嚇，有就有但呢廣告呢就唔推薦嚇，因為呢向北個戶型向北個戶型就會平嚇，但呢就向北個戶型呢陽光。日照時間咧會比較短嚇，陽光冇佢充足所以呢冇建議嚇，冇建議。豪庭呢佢係原則上係屬於城東，但係呢佢就比較近三美方向嘅，同三美呢就係一條路之隔嚇，一條路之隔嗱你東方河畔。東方成演呢就屬於三美嚟講，就屬於三美嚟講嚇。佢幾條路以幾條路為界嚇，以幾條路為界幾邊決定呢就屬於三美嘅嚇，屬於三美嘅幾方呢就係屬於城東嘅，就屬於城東嚟講，屬於潘州街道辦館嚟講嚇，所以呢就係一路之隔一條路隔10米路，一條10米路嚇，就分兩隻片區嚇，兩隻片區直播間有乜問題即管打一下，有乜問題即管打一下。你想了解市片區、市小區嘅房個，你都可以將佢名稱打一下。天驕豪庭呢，佢個書包呢就係回新個市一小7中咯，係嘛？新個市一小7中。佢依家呢個618亦隨佢搞嘅優惠促銷活動嚇，618搞嘅優惠促銷活動便宜個係6210蚊紙嚇。6210蚊紙就係一套8樓一套8樓6210蚊紙一方82萬咁紙82萬咁紙
最便宜最便宜就一套依家呢搞個優惠促銷活動10套10套放出來個特價房10套放出來特價房呢就係最平6210蚊紙總價來講70幾萬72萬68萬幾最便宜一套放出來個特價房最便宜一套呢就係68萬968萬9 18樓四房107方6225蚊紙一方6225蚊一方，即係60幾萬至起68萬幾到70幾萬80幾萬即係反正呢天橋豪庭嘅價錢呢都係6000幾蚊到7000幾8000蚊個幅度8000蚊個幅度將呢坐喺城東來講佢嘅價錢呢就馬算貴但呢佢個性價比呢因為呢佢花園比較大容積率比較低，所以個性價比嚟講呢係比較高性價比相比嗰啲兩三棟樓3、4棟樓啲樓盤係咪咯？係馬同等靚㗎價錢大家單價大家差唔多但係呢居住適度嚟講係咪咯？性價比嚟講肯定係天驕豪庭性價比會高少少會高少少直播間嘅係有乜問題即管攞一嚟有乜問題即管攞一嚟天意急場正對面係做公園嗰隻領頭呢就喺度鳳凰山公園至於佢幾時做公園呢就唔清楚就喺度鳳凰山就未開發咗公園但係冇得幾時嘅例光灣1號點個人光灣1號佢係屬於一啲現房嘅樓盤現房即買之中嗰個價錢嚟講3000幾4000幾都有得選嚟佢依家呢光灣1號佢依家呢佢個618年中價優惠促銷活動優惠力度比較大OK 優惠力度比較大你兩個都房我料你兩個都房我料你兩個都房佢個價錢呢就3680蚊隻起加多600蚊俾埋裝修唔理俾埋嗰隻風陽台總價呢就係40萬至到60萬至整個區間有3房有4房3房4房就係舊區戶型佢個私包比較靚仔2小格1中個2小格高咗初中部所講佢個私包呢係在食仔裏面居落講呢係最優質個但呢佢呢就離學校有啲遠買菜呢買佢方便買菜買佢方便上3房不問有3房100幾方115方兩種戶型都係有3房都有3房所以呢佢光灣1號呢佢優點呢就係望光景啦係嘛私包靚仔單價便宜即買至裝修缺點呢就舊區戶型離學校市場遠但呢佢係必計然嘅物業所以物業係比較好嘅一級物業仲有呢你如果講係咪咯又想就實際凌晨車係嘛又想價錢便宜又想現貨係嘛又想私包靚個係嘛嗰啲呢係嘛嗰啲樓盤呢你就買到你顯嘅係嘛一分錢一分貨係咪咯一分錢一分貨係嘛我笑你想睇睇光灣1號咪咯想睇光灣1號咪咯你如果你蚊隻數個你蚊填夠隻數個2蚊俾慳我你可以有咁高檔嚟睇因為任何啲樓盤呢都有個優缺點有啲戶型呢講公務建議㗎有啲戶型講公務建議㗎所以呢土豆我笑呢你如果想去睇房個想有廣告幫你備慳個幫你揾填夠隻數你可以先點到關注先點到關注我笑先點到關注再點下得了風車再點下得了風車豪庭幾時交樓豪庭呢快嘅話呢就今年年底估計呢都係明年年初嘅例估計呢係今年明年年初嘅例豪庭七棟前面個間距有幾多7棟前面
前面呢就買兩個啊，估計呢都會有幾十米嚇，都會有幾十米嚇。佢後背呢7棟與19棟之間個距離呢就大概係110米嚇，110米啊，前面呢應該都有幾十米嚇，都有幾十米啊。喜賢學校如果今年嘛招生去高明小學嘅話，要簽戶口嘛。喜賢學校，你睇你賣到邊度嚇？你睇賣到邊度嚇？賣到邊度嚇？如果咁你賣到3米個係咪咯？賣到3米個，你好似係咪咯？近到東方河畔，近到嗰個。近到東方上演嗰啲係咪咯？時代軒嗰啲肯定係會嗰啲新嘅寫料嚇，肯定會新嘅寫料。咁個嘅話賣到3米其他個係咪咯？賣到3米其他個將有可能會你好似東方河畔嗰啲有可能係會嗰啲東方女學有可能會東方女學，或者講有可能係會嗰啲高明嚇，有可能會高明嚇嗰啲具體個分配呢未有清楚嚇，具體個分配未清楚，應該呢好快會公告啦嚇，好快會公告啦天橋明苑11棟06戶型，呢個戶型點個樣天橋明苑11棟啊，11棟06戶型，我睇睇咋？天橋明苑11棟06戶型，睇睇陣06戶型係125方個嚇，125方個嗰啲戶型冇錯嗰啲戶型冇錯嚇，不過呢成都買嗰多樓層夥計嚇，嗰啲個戶型因為呢佢06戶型呢就係坐喺花園裏頭個嚇，所以講呢比較安靜比較宜居比較安靜比較宜居，而且佢嗰啲戶型嘅性價比比較高性價比比較高120個方做到5房咧，所以講呢佢個賣得比較快嚇，賣得比較快，所以講佢依家呢買咩樓層咧嚇，買咩樓層咧？買怡景金燈龍庭咧，怡景金燈龍庭嘅話，估計呢都係好似舊年嗰啲，如果我哋係插班嘅話可能會高明嚇，可能會成東邊個高明嚇，高明小學嚇，因為呢喺學校呢未招插班生嚇，未招插班生，只招新生1年級同埋初一同埋初一。就報告嘅有乜問題即管睇啦嚇，你想了解是平區是啲小區嘅房價，你都要將名稱打咗公屏上來嚇，都要將個名稱打咗公屏上來。和盛悅景，和盛悅景嘅嗰啲 LD 你想幾多房嘅啫？你諗和盛悅景幾多房啫？佢有3房有4房5房嚇，佢有3隻戶型呢比較多選擇仲有城東來講。佢個戶型呢係算比較多選擇嘅即3間戶型樓盤嚇，3間戶型樓盤，想4房係嘛？4房嘅有4房個係嘛？110個房110個房都可以揾到4房嚇，120個房呢就可以做到5房咧嚇，可以做到5房咧仲有呢和盛悅景同埋成都雅苑嘅兩隻樓盤呢都係在公園旁邊嚇，佢嘅兩隻樓盤呢個相似度比較高就係呢和盛東園和盛悅景呢就有啲偏公區型因為佢戶型比較多戶型比較多選擇成東雅苑呢佢就偏改善型，因為呢佢得3隻戶型，而且呢都係比較大嘅121、124同埋138偏改善啲和盛悅景呢就偏光區啲兩者個價錢呢都差唔多都係差唔多地電各方面呢都係差唔多都係差唔多。
馬清富考去讀公民嘛，記得碼清楚啊，記得碼清楚，因為呢佢係今年第二年啦嚇，公民第二年咧，舊年咧就碼清楚考咧，今年咧就碼清楚嚇，今年碼清楚啊，因為呢一年嘅政策碼一樣嚇，新學校呢基本上呢就碼清楚考啊，基本上碼清楚考，唔萬字可以攞低5萬75萬就可以攞低4房嘛。75萬只可以啊，4房可以啊。和盛粵景我打開和盛粵景個幾61幾個嚇，618個優惠嚇，618個優惠我打俾你睇睇。和盛粵景佢618端午節個優惠促銷活動大家見到嗎？118方個78萬78萬，都勉強喎，伙計，都勉強喎，你講75萬字係有啲勉強喎嚇，有啲勉強。因為118方就78萬嚇。有啲勉強喎，伙計LD 有啲勉強嚇，所以咧你如果講跟過嘅話，想去睇嘅話，廣告咧可以盡力幫你揾到優惠俾你嚇，可以盡力幫你揾到優惠填個優惠俾你嚇，填個優惠俾你畢竟呢新規副營呢在成都在整個高州嚟講呢都係算比較搶手嚇，比較搶手。大家睇到嘛？過去上啲月過去個5一銷量比較好。或者講係春節期間銷量比較好嘅呢，都係新開副營樓盤嚇，銷量大，銷量冇錯過，都係新開副營，雖然佢係貴雖然佢係貴嗰啲一路啲你要睇過和盛粵景嘅房咪咯？你要睇過和盛粵景嘅房嗎？佢依家呢放出來個端午嘅優惠呢就最低嘅套呢就係66萬6620蚊一方嚇，6620蚊一方為個78萬78萬三房呢就有60個萬嚇，三房60個萬打算啲唔會睇咁個 LD 你又點關注未點關注先點關注嚇，先點關注先嗱你講講呢代理高州所有嘅一手房樓盤嚇，如果你想去睇房你可以有廣告帶你睇嘅呢一手房所有嘅一手房廣告呢都代理而且馬上收你任何費用幫你避坑，幫你開避嗰啲不利因素幫你揾到最優惠嘅填購價最優惠嘅填購價所以你想短期間睇房點到關注再點下睇兩部車再點下睇兩部車廣告發啲資料發啲嘢俾你睇一路啲你點關注未未點關注你先點關注，點到關注你就再點下睇兩部車再點下睇兩部車將啲成都嗰邊呢有好多新開副營嘅樓盤有好多新開副營嘅樓盤將啲各啲樓盤呢都有佢優缺點都有佢各嘅優缺點你如果講想在成都嗰邊揾到更加優質個樓盤個副營嘅話我講呢有其他更好嘅推薦俾你因為呢同等個價錢嘅情況下係嘛會有其他樓盤有更優質個會更優質個LD點到關注再點兩部車廣告可以幫你揾填購幫你避坑直播伙計有乜問題即管打一下冇乜問題嘅話廣告你準備下播啦廣告你準備下播今晚呢直播呢準備到此為止直播準備到此為止多謝大家個關注多謝大家個點讚多謝多謝直播伙計拜拜